耶穌嘅城鎮迦百農係喺一條重要國際交通嘅要道之間，北面去到敘利亞米索波大米，南邊去到埃及。難怪主耶穌揀咗呢一個嘅地方作為佢傳福音嘅起點。希伯來話迦百農就係 Kafarnaum， 係安慰嘅村莊嘅意思。呢個地方正配合咗耶穌3年內喺呢度行過好多嘅神蹟，讓人得到安慰。神蹟其中包括叫管會堂睚魯嘅女兒復活，病人得到醫治，趕鬼，平靜風浪，行喺水面上，漁夫一條魚亦都捕獲唔到，以致捕獲大量魚類等等。路加福音第4章其中一個信息係話，主耶穌站喺會堂裏開始讀先知以賽亞嘅話，預言以色列人從被擄至巴比倫嘅悲慘情況中得到釋放。主嘅靈在我身上，因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傳福音給貧窮嘅，差遣我報告被擄嘅得釋放，瞎眼嘅得看見，叫那受壓制嘅得自由。毫無疑問，喺迦百農，主耶穌同家人佢嘅門徒住喺一齊，當地居民都認識主耶穌。好可惜，福音書話俾我哋聽，主耶穌喺呢個城市行咗好多神蹟，啲人依然唔悔改，主耶穌就嚴厲嘅責備佢哋。今日現場證明咗耶穌預言佢哋毀滅嘅災難。昔日曾經繁華嘅村莊，只係剩下一個嘅廢墟。迦百農猶太嘅會堂係被發掘3座會堂中其中嘅一座。喺路加福音中話，羅馬百夫長佢以慷慨對待猶太人，為佢哋建造由會堂嘅事情就喺呢度發生啦。呢個係加利利最大同埋保存得最好嘅猶太會堂。佢唔係用當地嘅玄武岩石嚟到建造，而係用從耶路撒冷運嚟明亮嘅白灰岩石造成。歷史學家話俾我哋聽，加利利早期嘅猶太基督徒，佢哋就喺呢個嘅地方透過主耶穌嚟到敬拜上帝，直至到公元4世紀為止。古老嘅猶太教堂發掘出所謂彼得之家呢啲原始嘅景色。今日當你嚟到迦百農參觀嘅時候，唔單單睇見呢啲嘅一切，你仲可以將上帝安慰嘅信息帶入去你個心靈之內。多謝你嘅收睇。如果你想睇呢個視頻嘅完整版，或者想了解更多嘅信息，你可以點擊以下嘅網址。